讲着讲，导师睁眼在手，人人希望无穷。只要你懂星座，人际关系不出错。大家好，我是公公。你是否也觉得摩羯总是高冷又难以触碰呢？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摩羯使用说明书。你的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摩羯座呢？没有吧，我就没有很高啊。你不高，但是你很冷。摩羯座看起来总是处变不惊，不过其实内心早就很多小剧场咯。要就困，最爱张镇定。我怎么在空中？爱吗你？爱迪呢？我在干嘛？我会就这样冲破大气层到宇宙去吗？刚刚出门应该事先买好太空装的。别看摩羯座的他一脸淡定，遇到状况 A 扣你去扣一次，想象状况 B、C、D、E 咯。虽然第二丢哈拜会自己吓自己，但这也是责任感中的表现哦。最不解风情。你姐有爱做得天数的事情不？他为什么这样问？我工作效率下降了吗？还是哪里出了差错？黑鱼昨天的报告书打错2个字吗？给黑知道我身为前辈还这么粗心大意，很糟糕。这样下去不行，看来我最近太散漫了。不用，我可以自己处理。摩羯座的他遇到别人的示好，容易不知所措，低恩勇的应对，需要时间和耐心化解他们冰封的心。帮 QQ， 别气馁哦。最固执。你怎么没有照我安排到后 C 的位置坐啊？我们一起唱。你怎么不唱山歌呢？而且 round down， 现在还不是唱歌的时候。摩羯座的他有时负责过了头，会给人昂扬不近人情的印象。好拜帮他们按下暂停键，会使你们日后的相处更加顺利哦。赶紧不你给对，还不到2分钟，这个动画没有2分钟吗？说好的2分钟呢？其实也没有一定要2分。按用中不对，说好的 round down 呢？切换在哪里？今天的讲摩羯使用说明书就都要哦。俺黑公公，Andy 下礼拜见哦。别忘了订阅、分享小铃铛，讲，下次见。说好的 round down 呢？爱吗你？